4月2日，赖总统本地要去参加施华典尼国王登基40周年的典礼，也毋过受到中国的打压，飞袂出去。5月初2，煞雄宣布讲，人已经出发到施华典尼去访问咯。有人认为这是一届成功的外交突破，也毋过嘛有人真烦恼讲未来台湾的外交恐惊会阁愈困难。今仔解破新闻，咱就请苏眉来为咱说分明。是主播，总统赖清德访问施华典尼，今仔日早起已经返来到台湾啊。对4月2日宣布讲，因为受到中毒阻碍，慢车出访。到5月初2，惊喜宣布讲，人已经到施华典尼啊。会用咧讲是8点钟的剧情转变。大家就真好奇讲，咱到底是安怎解决飞行许可的问题咧？所以讲，自从早暗赖总统就飞机，就请大阵人关注飞机的飞行路线。咱即阵边仔即张图，就是全球上界大的民间飞机追踪网站 FlightRadar 所记录到的资料。本地4月2日，咱按算话飞的路线是我即阵手画黄色的这条，是沿路由北往南的经过塞西尔、马达加斯加、摩里西斯，也就是因为这3个国家取消飞行的许可，咱的行程才会去受到影响。后来，赖总统改坐国王的私人飞机，是说非洲的东南部经过南印度洋，再搁就北经过印尼群岛，成功往回。当初是这4月底中国出手的时，美国就捌批评中国是滥用国际民航体系，恐惊会去伤害到飞行安全。非洲联盟的主席也真不满，因非洲国家的领空去受到干涉，呼吁大家都要尊重各国选择友邦的权利。所以讲，即阵咱突破中国的阻碍，中国当然就丢卡当地起噗噗，形容讲咱即回出访行程未输是一款偷盗的行为。不过，美国的国务院也出声，俄罗咱台湾是值得信任、能力出击优质。除了各国的反应，大家也真关注讲，咱即回出访的方式是一款真特殊的方式，号做 ATA 模式，也就是秘密到位了后，才来宣布讲即回行程已经开始进行啊。过去的用到这款方式，多数是2款情形，一款是在半中路会经过有安全疑虑的国家，亲像是美国的总统奥巴马、川拜登因要去政府的时阵，要去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这寡较危险的所在，就用这款方式。也有乌克兰的战争刚开始的时阵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去访问美国，也是使用这款方法。也那另外一种是在过境飞邦交国的时，亲像咱的前总统陈水扁、马英九也使用过。这回这2件事件，咱就今仔日无详细去讲。不过因的共同点就是过境的国家拢毋是咱的邦交国，也就是讲，这回赖总统用 ATA 模式访问友邦，是咱台湾有史以来头一届。这款做法是引起国际关注。目前在中国除了谴责是也无实际反制行动。不过有学者是真烦恼讲，因为中国甲美国头两年要会面，所以讲即马中国才会无大动作。过一阵嘛会安怎出招，就要待观察。以上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甲镜头交转来互主播。